武林中素有北宋少林、南尊武當、天下武功出少林、內家太極出武當嘅美談。自從張三豐創立武當派之後，武當功夫更加威名日盛。高師傅師徒二人喺武當得到高人指點，嚟到元和觀拜訪一位武當派嘅俗家弟子，希望能夠將武術心法運用喺廚藝裏邊，應付即將來臨嘅廚藝大戰。喂，好啦，痛㗎啦，其實都係成班啲年青人喺度學武㗎嗱。咁啊，個個係武裝弟子咧，都好似我咁留條辮嘅，你知唔知啊？嚇！如果都冇條辮咧，就唔係武當弟子嘅。你多大？24啊，佢14歲啊，未聽叻多少？好似你哋上班咁啊，7、8個小時啊。導演咧就叫我踢2腳，咁我應該踢唔到㗎啦，隻手應該可以打得2。仲有啲力啩？我咧就示範打完心口就打背脊嗰啲。有啲嚟啩，係咪啊？好唔好嘢啊？梗係要拍掌啦！唔係我導演嚟示範咧，呢啲叫做兜巴冚，兜巴冚。一場嚟到，高師傅見班後生仔練得咁落力，一時技癢，話要整翻餐好嘢俾佢哋練完功嘆下喎。